会员？抢劫嘛！干嘛？给我手机，脑子有病！哎，给了吗？哎，把手机给我，қолдан тачып бере, бере деп мындай сұрама, о, блончи.周三。脑子有病！给我手机。哎，你好。给我。那个有个人抢我们的手机。本站110来了，Ягли бассаңдан булдыгы мен这个，刚刚我报过一次警，然后警察没来，现在这个人从车上把我的手机给抢走了。在呢，我现在把手套在他的口袋，他都不给我。那个派出所，那个西河街派出所的人，你给我讲，他那个人给我打过电话了，然后我跟他说，西河街说，那个挡我车的人他是他的人身自由，根本就没管，谁管这个事情啊？没有法律吗？